玫瑰啊，你化妆了有遮久啦，紧啊，你先来啊啦。好啦，我知。是你啊，错一个。你是惊我看啊？唔是啊，你换衫哪会人偷走你？会去人看到。放心，无人。着去啥啦？等下就去陪你啊。我离开了后，恁爸妈跟我讲啥？爸妈。用心，阮倒送哦，甲教授对你印象足好诶。而且因甲讲，要找一工啊，跟恁斗提亲。真是，你就好诶。若是咱赶紧嫁互你，我就当离开即摆生活。李少爷，歹势，玫瑰啊，苦老板迄边人拢来。好啦，我先过。歹势呢，有人开电话翻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你说，你紧等。好啦，我先等，等我。等你看这里啊。我想得到。三人车。来。歹势啦，今仔人客较济，拢无时间陪你，搁你等遐久。啊，你明知我来找你，你阁无留时间互我？哎哟，啊人客要点我花，我哪法度？总袂用个，搁得是人客啊。啊，你袂当得失人客，敢讲会当得失我？我看你今仔日哦，等去恁兜困好啊啦。美雪，我等你等几暗，你即马叫我等去困哦？你即摆遮尔生气，看到我你也袂欢喜啊啦。规去哦，等去恁兜困，较心情会较好无？慢咧啦，我即马无生气啊，只是有淡薄压赞尔，无代志啊。敢真是嘞？真是的啊！哎，你笑一个，我看卖。好啦，哎，三人车。家大家。我开电话。好。哎。是的。哎。好啊，咱放开啊。袂用啊，我困去啊。你困去敢会讲过诶？我咧下面啊。巴肚枵啊咧！你巴肚枵？你银行叫几道菜呢？你若无伫我诶身躯边陪我，我哪食会落？安尼哦，敢若足可怜呢。你这身躯来，我来穿宵夜。好啊。食饭啊！明华，起来食饭啊！莫去困啊！我刚才要嫁你呢。你哦，好啦，紧起来食饭，莫紧仔洗。好啊。去，你小我这发现，紧去按大姐。
哪生气啊？哟，莫生气啊！来，我陪你啉酒。李帅，不是我爱食醋啊，咱拢要结婚啊！我若是想到你今仔猪哥咧盘烂，我就挡袂掉。我知影你是因为爱我，毋才会食醋。我嘛想要赶紧甲你结婚，专心做你的家后啊。不过是你家己离团。好啦，莫生气，来请你食虾啊。哎。